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你敢敢甲阮我看卖？不免什么誓言，不惊任何阻碍，若有你就有全世界。过去袂负陪伴你，我心爱你到未来。爱你到未来，无论是海角天涯，有你的所在，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无论是啥人的爱，阮拢嘛无爱，你是我，你是我。一生的期待。你别见笑，你好意思叫彩云后世的人跟你结成夫妻吼？我跟你讲啦，那彩云答应，我做嘛无答应啦。像你这种人，那泡人18层地狱，将来吼我都不得超生啦。那我再着超生，我咧是做精师啦。啊啦，做精师跟你结夫妻，是安那玩流水啊，是婚嫁放假，我咧呸！我咧呸！翠姐，你莫阁讲这种话，你莫阁刺激金蛇。阿顺讲了无毋对，我已经做有够侪歹代志啊！我根本就无咧资格要求你来世爱我，放我走去。彩云，我的人生我应该满足了，我已经行到性命上尾走，有我最爱人来送我，一世人我无啥物遗憾啊。你讲这话啥意思？你莫想袂开呢？别转，彩云对你的爱，免我讲，你家己知知咧。过去20几年来，你开欠伊，一定爱交陪行伊，爱伊，莫阁互伊受到一点点的委屈，甲伤害。我绝对袂阁互彩云受苦啊！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啊。彩云，我祝你幸福，生生世世都幸福，家己保重。阿姨，金蛇，金蛇，金蛇。秋啊，秋你即摆哪？医生出过社了后，伊即马困去啊。医生讲，等伊精神过来，要甲伊做检查。那呢，咱莫甲伊吵啦，阮出去外面。小芬，秋米，秋米，你即马感觉安怎？我不要紧，我要出来找小芬，我要找小芬。秋米，小芬无代志啊。秋米啊，你看到我甲恁阿姨来，那拢无咧小酒问。你的心若是轻啊。
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若是我，你是我。 一生的遗憾。秋美啊，你看到我甲恁阿姨来，那拢无咧小借问啊？秋美，秋美，所有一切拢过去啊，咱若是用个较早同款，是一家伙啊。 秋美啊，你若是愿意，我永远是你的老爸，你永远是我的乖查某囝。你敢愿意认我这个爸爸？我无迄个资格。秋美，一切拢过去啊，互咱一家伙啊！ 重新开始，好。爸，多谢你愿意原谅我。妈妈，小芬，小芬，妈就欢喜能够挂掉你。 妈，你这个不要离开我对不？我讲离开你啊，咱应该永远都做伙，小芬。哎呀，江金泉，你知影迄个伯伯，一定会去领遐个钱的。江金泉已经跳海自杀了。这拢爱怪我。 是我误着伊一生，阁无法度可以出来自首。爸、阿姨、姐、文华，过去我做出真侪对不起恁的代志，我感觉我家己真唔对，我无迄个面阁留落来，我应该来走。小芬，对妈妈来走。秋美啊，你带一个囡仔是要去倒位啊？我嘛唔知影当去倒位。 阿姨，你莫走啦！你甲阮斗做伙，你予小芬甲我斗阵耍啦。是啦，秋美啊，但是嘛，大家拢原谅你啊，你现在一定要走。秋美，小芬需要爸爸，莫走。 哥，你是不是还对有过去的代志怨恨秋美？假使我甲你讲，秋美过去的代志，我拢无放伫心肝内，迄是骗人。也毋过，伊张甲阿姨拢已经接受伊啊，我嘛袂用遮尔啊无道理。啊，既然安尼，你若要去接秋美？我若接秋美转来，那安尼手玉咧？哥，即摆即我跟咱才有机会甲秋玉做伙。 而且高嘛有甲秋娥讲要结婚的代志，啊，不过秋娥无答应。我想，一定要是顾虑秋美甲高的婚姻。也毋过，文华甲秋美已经离婚啊。也毋过秋玉伊毋是迄种人，假使伊若无顾虑到秋美的感觉，伊会马上甲我结婚啊。而且秋美即摆遮尔落魄，佮破病，秋一定袂记这个时阵甲高结婚的。伫这个敏感关键的时阵。 秋美若搬倒来，恁感觉秋哥应该安怎做？我想，秋会承担秋美，甚至想办法，互秋美甲高破镜中意。文华，你即马马上跟我来去担架一撮。妈，过去拢是我的唔对。 差一点啊，就把这个家毁掉啊！
过去的代志，莫阁提起啊啦。秋碧啊，只要你愿意真心悔改，这个家会亲像以前，甚至比以前更较有温暖，更较快乐。多谢恁大家对我的包容，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对大家的亏欠，让这个家充满希望，充满爱。听恁来讲，我足欢喜的。坐遐尼久的车，一定就忝的。我带你去房间。来，小芬。妈妈，阿姊，秋美为今仔开始就搬来甲我斗阵住。阿春，麻烦你甲这两个囡仔先带去楼顶。好，小李、小芬，今咱先去楼顶哦。来，是你的意思是？这毋是文化的意思，这是我做的决定。阿姊，现在你要来做了？理由真简单啊，秋美甲文华已经离婚啊，啊文华爱的是秋娇。所以，秋美伊免阁继续住喺陈家，伊嘛免继续甲文华住斗阵，甲囡仔斗阵啊。你敢唔知影小芬需要妈妈？秋美过去所做的代志，伊敢有适合做一个妈妈？伊敢有适合继续管教囡仔？伊甲小芬教甲遐尼歹，遐尼无乖，我免继续将我的查某孙仔互伊管教。我认为讲，甲小芬互秋了教，比互秋美家己带佫较好。我知影，过去我实在是做了真超过，即马我是真心悔改啊！我嘛一定会做一个好妈妈的。你会真心悔改，你会做一个好妈妈。我跟你讲，头一个无相信的就是我啦。正经，哪你讲？我是实话实讲哦，免贵啊。你也真是认为讲伊会真心做一个好妈妈，拜托咧，俗语讲得好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伊即摆是安尼真心悔改，伊个无场面啊嘛，啥物拢无啊嘛，即摆落魄嘛，将来啊，若果有拄到有利害关系，也是利益冲突，绝对甲以前同款，不折手段。我会，我绝对袂安尼去做的。俊姐，我相信秋美啊。妈，敢会当拜托你看伫小芬的份上，互小芬甲秋美带做伙？我就是有看伫小芬的份上，我才要互秋美搬来甲我做伙住，安尼伊要看囡仔嘛较方便啊。爸爸、姐姐，还阁恁大家拢已经原谅我因心满意足啊。不管你要安怎安排，我拢愿意接受啊。你的心若是不肯留，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是我，你是我。一生的依靠。僵尸的僵尸菜，僵尸的爷爷，妈妈，阿姨。小芬乖。妈妈，你陪阮耍好不好？妈妈今摆袂用陪恁耍。阿春，你替我整理行李一下，我要出门。紧去整理啊！是，秋美小姐。妈妈，你要去倒位？因为姑姑马上就要嫁予明慧阿姐，厝的敢剩阿嬷一个人，妈妈惊阿嬷会孤单，所以要搬过去甲阿嬷住。妈妈，我嘛要去。袂用的，你爱留来陪爸爸。为什么我袂用得去？秋美阿姨，你拄倒来，是安那马上无要去陪阿嬷，还佫有无要带小芬去？有一寡代志，
等恁大汉了，就会了解啊啦。小玲，阿姨就要过去陪阿嬷，袂当定定转来陪小芬。你敢愿意替阿姨照顾小芬？小芬是我妹妹，我都爱照顾阿哥保护伊啊。你甲恁妈妈实在是足小相的，遐尔啊善良，阁会晓照顾妹妹。有你伫咧小芬的身躯边，阿姨就会当放心啊。小芬，你爱乖哦，爱听外公外妈、爸爸，还阁有秋玉阿姨的话，还阁有唔通常常甲这些冤家爱好好甲这些相处，知影无？我是好姊妹啊，袂冤家。皮皮小姐，人家准备好啊。嗯。小芬，爱乖哦，吼。婚姻已经结束啊！你甲文华的新生活才要开始，我是应该爱来走了。秋美，多谢你，成全我甲秋玉。妈，咱来走，阿姨，咱来走。即马妈妈伊愿意收留我应该会感恩，以后我会尽力友好妈妈的。这小芬都够好你照顾啊。阿姨有用的时阵，会带你看妈妈，好不？妈，秋美，你的房间我已经替你准备好啊，我带你入来。多谢。稍等下，我有话要甲秋美讲。秋美，进前你甲文华结婚，一直拢是住伫恁陈家，所以有真侪做人新妇的规矩，你拢唔捌，甚至过去你也讲真侪忤逆我的话。也毋过这代志拢已经过去啊。我也无要追究。从今仔开始，你是住伫咧阮沈家，所以阮沈家的规矩，你一定爱遵守。妈，咱沈家哪有啥物规矩，我哪唔知。秋美，你莫管我妈啥物规矩，我带你入来。妈听。妈，以前我就是因为真唔捌规矩，所以才会做遐尼做唔对的代志。即马，请妈妈教我规矩。安尼我就袂犯过去遐个错误啊！安尼好，秋美，你唔通掠准讲妈妈是为着过去的代志，要故意甲你刁难。其实我会安尼做，完全拢是为你好。你想看卖？即马秋苗甲文华都已经要结婚啊，假使你若继续留喺陈家，安尼你是毋管你身体真艰苦？我知影，妈妈真替我想啊。
到，我会等我倒来这间办公室，还阁坐伫这个位。你的爸爸有公司交予咱，表示对咱有信心。你嘛爱对家己有信心吗？我相信，凭你过去的表现，加上爸爸的指导，你一定能替就是企业开创新的局面。来，这是今年下下工程上新的计划书。秋哥，为即摆开始，咱来替周氏企业拍拼。明白？哎呀，虎强虎随啊！哎呀，即摆两位呢是全世界上运来的一对，使人欣赏了。有啦，秋友，恭喜恁倒来周氏企业做董事长甲总经理，下日祝福。多谢郑姐。郑姐，你甲明辉即摆真无简单，嘛拢做副总啊。阮翁仔某是毋是应该往他交礼数，送一个回扣给你？免来搞礼数啦，我送你花，你来送阮花，免啦。其实答应紧。我生气了。秋美，你来来遮？董事长、总经理，我是青年的秘书，以后有啥代志，请尽量吩咐。秋美，你哪会当做秘书？你以前是当市长的。以前的董事长有啥物了不起？是用无正当的手段去得来的啦，稀罕了。尊姐，过去代志莫阁提起。是董事长。秋美，其实你真有能力，做秘书伤委屈你啊。无妨，敢会当互秋美一个，较会当发挥的职位。工作无分贵贱啦。搁再讲，秘书这个职位啊，是秋美家己要求的。我嘛感觉真适合，所以我答应伊。文夏，你敢会怪我这个退休的人管伤济公司的代志？哪会啦？一定，这是你的决定，我无意见。对啊，你就是因为能力受过强，所以你才常常大主大意，无要听别人的意见。你若是一点无要改的，以后是无法度做大事业。所以我才决定要互秋美一个磨练的机会啦。啊，真多谢你。在我犯遐尼侪错误了后，你还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好好把握，认真做的。董事长、总经理，嘛请你给我这个磨练的机会，我会当重新开始，重新振作。安尼真好，我一定协助你。多谢。小美，你敢真是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还是准备要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哈？小芬、小玲，遮有饼啊吼，还佫有汽水，爱请同学啉哦。阿嬷起来楼顶吼，给恁摕洋娃娃，还佫有故事书，好不好？谢谢阿妈。好。谢谢啦，来，你再吃一杯，好。安尼恁豆豆食吼，那只报告就甲阿姨讲。好，谢钟阿姨。小玲啊，恁兜就水呢？咦？敢若有来过？之前我生日的时阵，有请恁来阮兜佚佗啊。小芬，恁兜哪会变小玲兜？毋是小芬的兜，变成我的兜啦。啊，我是新妹啊，伊的厝就是我的厝啊。那安尼，小芬的妈妈嘛就是你的妈妈哦。毋是我甲小芬拢有家己的妈妈，我妈妈叫做陈秋娇，小芬的妈妈叫做陈秋美。陈秋美，阮爸爸讲陈秋美是歹人诶。你乱讲，我妈妈毋是歹人，恁爸爸乱讲，阮爸爸无乱讲。伊看新闻讲陈秋美是歹人。你乱讲！我妈妈是世界上好的人，我才无乱讲，伊是全世界上歹的歹人。我不准你娶我的妹妹！哼，歹人甲歹囡仔，我不还跟你算了呀！小朋友们，别抱我，别过来。
表伊是歹人。妈妈吼是全世界上好的妈妈，伊就爱小芬，就疼小芬，哪有可能是歹人，对吧？安尼小丽的爸爸哪要讲妈妈是歹人？阿妈，你唔是讲你要带我甲小芬出去散？对啊，咱甲姐姐去动物园佚佗好不好？你甲姐姐给我。小芬啊！小芬，阿华，去请那新旧入的陈秘书来。是。郑姐，咱公司什么时阵来一位陈秘书啊？我倒来去文化办公室呢，才拄到呢。这位陈秘书上当的来了。林伟啊，这位陈秘书是不是相当有来历？过去伊是东东酒市企业的董事长，哈哈，即嘛可笑。郑姐，过去的代志莫搁讲，为即嘛大家拢是替酒市企业在做代志，大家拢是好同事。这是当然的嘛，同事都要有同事爱，对不对？拄只老党安尼，我特别交代。讲爱有陈秘书有这个磨练的机会，对唔对？陈秘书，两位副总，以后请多多指教。秋丽啊，大家拢是真好的朋友，你唔通这样客气啊。喂，哦，阿婷啊，安尼是哦，好好好，我俩没过了吼，好，再见。姐姐，小碧，我有一寡浑水的代志要处理，公司就麻烦恁了。无问题，你紧去啦。姐姐，莫为难小碧啦，吼。我知啦，莫我等伤久来去啦。陈秘书，去泡一杯较香、较好啉的咖啡互你。所以呢，黄副总甲我多甲伊啊。拢变有清气，知无？副总，我的职务是秘书，主要是协图书馆伫工作上。好啊，讲啥物话啊？以前树仔做业会员，伊就当大爷仔飘头。你即摆做秘书，是咧袂当泡咖啡，是咧袂当拼倒椅啊？啊？是，我随去泡咖啡。较紧点啦！阿姨，阮转来啊！哦，转来。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就今仔日啦，小芬甲小玲哦，因同学来厝内底耍，啊嘛唔知安怎雄雄讲起秋美的代志。讲秋美什么代志？就讲小芬的妈妈是歹人。讲新闻报纸拢嘛安尼讲，小芬为着这种代志哦，伫房间哭足久的，佮一直伫咧甲我问讲，妈妈是毋是歹人？这件代志，假使无好好处理，
我惊对小芬会有真大影响。小芬是妈妈会保护小芬，那是一个白人。妈妈是世界上好的啦，妈妈是世界上好的啦，妈妈是世界上好的啦。安怎啊，小飞？爸爸，妈妈是不是白人？妈妈是世界上上好的妈妈，要来是歹人的。这多人拢讲妈妈是白人。小芬，每一个人拢有做唔对代志的时阵，也毋过只要知影改，就毋是歹人哦。妈妈有做过啥物唔对的代志？秋阿姨嘛有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啊。来，你看，秋阿姨是毋是歹人？秋瑶阿姨是上好的阿姨，嘛是小芬甲小玲上好的妈妈。所以小芬，不管秋雅阿姨甲恁妈妈过去做过啥物，阮拢是上爱恁的。你只要会记得，恁妈妈是世界上上爱小芬的，知影吧？阿婷，你是毋是伫咧想你甲明辉交往的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经过遐尼侪波折，你甲明辉总算是要结婚啊！恭喜你哦！多谢你，秋美。其实哦，要结婚的人难免拢会想较济，你免想遐济啦。天公伯啊，一定会疼惜你的。亲像你遮尔可爱的查某囡仔，一定会互你甲明辉的婚礼，你的婚姻真幸福、真美满。我嘛希望是安尼。阿婷，明仔日就要结婚啊，较早困的哈。秋美，明仔载阿婷的婚礼，你冇去参加？妈，是安怎要秋美参加我的婚礼？秋美之前甲恁哥哥的婚礼，哪有甲遐尼歹看？阿姨的代志，嘛母啊，大家拢知影。较水若去参加你的婚礼，啊，人看到伊会甲你叽叽嘟嘟讲一寡有诶无诶，安尼你是足无面子的咧。阿婷，妈伊嘛是为着我好，伊是伫保护我啦。你想啊，我若是去参加婚礼，人若是对我叽叽嘟嘟，我嘛会感觉真碍腰啊。所以我还是莫去参加婚礼较好啦。阿婷，明仔载你一定爱做一个上幸福、上美丽的新娘哦。别放炮，好吃我了哦！明辉，为即摆开始，我就把阿婷交予你，你就要好好疼惜。妈，你做你放心啦，我会好好疼惜阿婷一世人。是，今日是喜事呢，通搞爱笑啊！对，爱欢喜。时间差不多啊，应该出发了。啊，我大家出发啦，哈。来，慢慢来，慢慢来。秋美，行。妈妈，你是不是惊别人讲你是歹人，所以你唔敢去？你的心若是轻柔，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若是要走，你是我一生的依靠。妈妈，你是不是惊别人
讲你是歹人，所以你唔敢去。小芬，不准乱讲话。我无乱讲，同学讲我妈妈是歹查某。妈妈，你免惊，小芬会保护你。小人讲你是歹人，我就甲伊拍。秋雨阿姨，我会保护你，你免惊，你跟阮去嘛。小玲、小芬，多谢恁保护我。啊，不过我因为身体无爽快，所以无法度去啊。你身体无爽快，咁我陪你去看医生。唔免啦，我休困一下就好啊。你先去啦，我人若较好，我就会过去啊。我要留落陪妈妈。袂用的，小芬，来，大妈带进来，行。无啦，我要留落陪妈妈。小芬，你毋是答应妈妈，要做一个乖囡仔，要听妈妈的话，对无？对。哪有对阿妈去？啊，不过我想要跟妈妈斗阵去。小芬乖，去对阿妈去，妈妈等下再过去找你，哈。哦，你一定要去哦。来，小美，家族身体有较无爽快，爱会记打电话给阮哦。我知啦，你别烦恼，紧去。千里一面一线牵，新郎黄连辉，新娘心雅萍，缀我在佛祖面前立誓，我黄连辉，心雅萍，在佛法心三宝前，互相承诺，婚后愿意自比相待，苦乐相随，互相勉励，珍惜前世百年修来强证明的好姻缘，今生互爱、互信、互相体谅，再续未来三生三世，不灭前缘，历久弥坚。新郎新娘请跪。以茶代酒，啉339毒酒。头一杯情世酒。第二杯金圣酒，第三杯来世酒，新郎新娘请起，请新郎献头饰。面前
因两个人结婚。这位老总，请问你是什么人？你是安怎要阻止我甲家庭结婚的？我是你阿公，我代表南方主持人取消这个婚礼。你的心若是不肯留，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那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是你阿公，我代表南方主持人取消这个婚礼。校长，是安怎？你要阻止这场婚礼？我的后生分选，也就是你的老爸死到这里凄惨，到今日还无兑现，你是安怎会使结婚？明辉，老头家伊是你阿公，伊对日本回来。这张被是恁老母爱人亲笔所写的被，你家己摕去看卖。你好无？你阿公知影，恁爸爸死了，心肝来真艰苦，所以想要转来台湾，看你这个唯一的孙。恁阿公叫做黄石虎，等你看到恁阿公了，爱对阿公有礼貌，爱友好阿公。恁爸爸已经过身啊，已经无法度。搁再对恁阿公真孝道，所以只好由你这个做后生的来替恁爸爸尽一份做人囝儿应该尽的义务，爱你。你是个真强听会囡仔，伊心为着金钱甲权利，这世人为着要夺回州市企业意思甲真白不可，我安怎甲伊苦劝伊都唔肯听，到我现今，我将伊家己性命赔惨落去。我这个白发人来上无发人，并非，你明明是大逆不道。阮老爸死是林秋美一手所造成，你不但不替恁老爸报冤仇，又搁要甲家己冤仇人的小姑结婚，你对恁老爸敢会当过？阿公，我知影爸爸的死，互你足伤心的。啊，不过这样代志，甲阿婷一点仔关系拢无。什么人讲无关系？你并无了解董事的情形。伊甲我伫现场，爸爸是为着要救我，才去互江金座害过一个人害死。啊，不过这并不是秋美的意思。就算讲甲秋美有关系，嘛袂能牵拖到阿婷身上。你敢点你？你可像卖我想袂通心啊！我才
通是树美的小姑，恁老爸是完全为着树美，树美又个是单白船的造囝，今日伊错行一切都是单白船所造成，是安怎解有关系？阿公，将军，我相信你老爸，你更重要我这阿公存在。阿公，你是师大，我无应该叫5年。啊，不过结婚是我的代志，应该由家己来决定。你讲啥？你敢用穿太多人阿讲话？好啊，明辉莫阁讲。我是阿当袂咧讲，我感觉庭是真理上爱，任何人都袂咧做动物。可以原来好承认我这阿公，我都不准你甲这个查某结婚。我讲话你听有无？阿公，你是安怎这尔固执？你有怨气，你要报仇，我无话通讲。啊，不过你袂咧意气用事，摕我的分数来讲算账。阿定为我付出这尔多，我绝对无可能辜负伊。不管你安怎讲，我绝对就是反对。如果你若坚持要甲这个查某结婚，你就是对不住恁老爸。你安怎？回走！高长，其实明辉伊。你的心若深刻若有，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若是要走，目屎口干也无效。天若有情天会留，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如今清醒才明了，人生的美丽。你的心若深刻若有，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若是要走，目屎口